保持正念、積極向上呢啲說話真係個個識講噶啦。但係如果而家行緊衰運，頭頭碰着黑，你個點正面啊？其實世界咁多變，我控制唔到外面發生咩事，但係我哋絕對可以調整自己嘅心態。無論你而家係人生嘅高峰定低谷，都有方法可以幫自己叉電。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幾個日常生活習慣，一齊睇下點樣喺低谷入邊都可以保持高能量咯。第一步就係作息有時，建立穩定節律。都市人生活咁忙，要做到早睡早起真係幾難嘅。不過至少試下固定自己嘅起床同埋入睡時間啦。當身體建立咗個生理時鐘，有咗節奏，你自然會覺得精神飽滿，唔會亂咁飄忽。第二招就係日曬吸能，借大自然充電。陽光入邊嘅紫外線可以幫身體製造維他命 D， 仲有助調節情緒同埋睡眠添。你唔使話去戶外暴曬嘅，只需要去露天或者半露天嘅地方，靜靜咁行下坐下就可以吸收大自然嘅能量噶啦。記住喎，想睇太陽就唔好擔遮啦，曬一陣真係唔會死噶。咁如果打風落雨或者真係出唔到去點算呢？咁就要做第三樣嘢，光線調整。陰天都要照亮自己。日間喺室內嘅時候，盡量保持光猛同埋開陽，千祈唔好開埋晒啲昏暗燈光。屋企光猛啲，負面情緒自然冇咁容易有機可乘啦。第四樣就係大家聽得最多嘅冥想清心，穩定情緒能量。其實研究已經證實咗，冥想可以降低壓力荷爾蒙皮質醇，仲可以提升正面情緒添。每日或者定期抽少少時間冥想下，等內心平靜落嚟，真係可以好有效咁清走晒啲負能量。最後一招亦都係最重要嘅，就係自我肯定，重建信心基石。人喺低谷嘅時候，最容易覺得自己乜都唔掂，信心直插谷底。與其喺度自怨自艾，不如試下多啲稱讚自己啊！同自己講：我今日已經好努力啦，頭先個 part 我其實做得唔錯噶，之後一定會更好嘅。你講出口嘅說話係會植入潛意識，慢慢改變你嘅思維同埋行動噶。無論高峰定低谷，其實只係人生一個過程啫。當你有一日走過咗呢關，回頭再睇，你會發現自己又成長咗，賺咗一段寶貴嘅經歷。每一段經歷都係你嘅財富，好好將佢哋儲起嚟啦。照顧好自己嘅能量，低谷永遠都只係暫時嘅。由今日開始，試下喺上面揀一個小習慣實行下，一齊慢慢行返上去高能量狀態啦。不妨留言話我知你嘅睇法啦，記得訂閱我哋嘅 channel，follow 埋我哋嘅IG 同 Facebook，下次再見。